我只有2只手，什么都让我一个人做，有钱就再请一个助理了。我又不是机器猫，要什么就有什么呀。啊，珊珊姐，啊，要死啊！讨厌！你呀，就敢在背后瞎嘀咕，那孔双双就是欺负你老实。哎，你要知道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得有反抗。你这要是在古代，早就香消玉殒了。我只知道反抗越大，压迫越大，我可不想死那么快。哦，我真的是懒得说你。来，你就做你的贴身小丫鬟吧，早晚有一天呐，让孔双双把你给折磨死。喏，阿广，你就是我的机器猫，你就是如来佛祖派给我的天使。有点常识好不好？如来和机器猫不是一家啊。去，反正不管了，随他去吧，只要弄好了就行。你赶紧把你家女王大人找回来吧，我得给她补妆了。Yes sir， 我走了。喂，双双姐，哎，副导演现在叫你呢。我不太舒服，你替我跟导演请个假。喂，去，人家还没说。孔双双，哎，双双呢？双双姐，她肚子疼，刚上厕所去了。这么多事儿，你们。我来了，我来了啊！靠，古代这样的，你说这剧组究竟有多穷？我这堂堂一化妆师，还得干群演的活。导演说明天让我去穿一场太监的戏，让我试试这衣服合身不合身，不合身还得让我自己改改。1份钱8份工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？咱们俩真的是同病相怜啊！这孔大小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也不接电话，导演都快把我骂死了。哎，这都几点了？说不定早就回宾馆了。咱们俩呀，也早点回去算了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是去附近找找吧。要是被孔大小姐知道我扔下她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被她扒几层皮。算了。行，那你快点收拾，我一会儿跟你一起找去啊。真的吗？阿广，你真好。快点弄吧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你穿这衣服还真像太监。烦死了。哎呀，东西就放这儿吧。你还要带走吗？孔双双的东西在这儿，谁敢拿？哟，我又不是孔双双，化妆品好贵的，咱们剧组那么抠，100块都不给我，烦不烦？哼，好吧，瞅你那损死，走了。孔双双，双双姐。孟导啊，我听说你在帮张大导找下一部电影的女2号，是不是啊？哟，可以呀，你这消息够灵通的。怎么着？有没有档期啊？孟导的事您都发话了，我有没有档期还不是看您吗？你可真是抬举我了。我觉得吧，这女1号还是蛮适合你的。哎呦，你说她能去哪儿啊？真烦人。哎，那儿怎么有辆车啊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孟导，我其实真觉得你人挺不错的，我还挺喜欢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不早点，或者给我点暗示，害得我都不敢追你。这样，以后啊，不要叫我孟导的，叫小江。那我叫你江江吧，江江多可爱呀！就叫江江，江江好，江江好。江江啊，那你可别忘了刚才你答应我的事儿。回头等你把事办成了，我就跟你相处。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啊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。好。
这死丫头。这么半天了还不接电话？死丫头，敢告我电话，反了你了！急什么急？反正都迟到了。来，再陪我喝两口。好吧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干杯！啊！过来！你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！你这没良心呐！这不都是为了你？顾双双没走，咱们能走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以后要是成了大明星，我让你当御用造型师还不行？得了吧你，指望你我不得饿死啊！哎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。来这边。哎呀，笨死了你！快点吧！过来。啊！过来。哎，别乱动！你妈没教你不许动别人东西啊！哎，阿广啊，你说咱俩是不是真找到宝贝了？这什么呀？哎，不会是召唤石龙的石头吧？哎，赶紧找找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6块呢。哎，一边儿去吧你！你说我们要是真找到宝藏了，那我立马辞职不干了，我再也不用受苦双生的气了。哎，哎，阿广，你看，哇，阿广，你看这什么呀？好漂亮啊！不知道。哎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青柔，不会真有七龙珠吧？哎，那第7颗在哪儿啊？你傻呀？你手里这颗啊？哦，对。我的妈呀！不会真的召唤神龙了吧？我不喜欢爬行动物。别怕，不是说7颗龙珠能召唤神龙，实现愿望吗？你快想想你的愿望啊！我的愿望，我想不起来，你还是说你的吧。我的愿望是，我想成为比古双双还要红的 super star。王爷！哎，你们哪个组的？哎，别光看着呀，帮忙啊！